大家好，我係阿桃，一個90後輔導碩士畢業生，而家做緊全職輔導員。上次同大家講過呢，我哋大腦嘅自動導航系統。今日呢，我想同大家分享多少少關於呢，我哋可以點樣控制個大腦，令我哋有時候遇到一啲唔想做嘅嘢呢，都可以變得樂在其中。首先呢，要同大家講一個好經典嘅實驗。上集呢，就同大家講咗大笨象。今日咧就同大家講下狗仔。俄羅斯有一個生理學家叫做帕夫洛夫，咁佢咧就有一個狗嘅實驗。平時咧狗仔見到狗糧會流口水，係咪好正常先？咁你有冇見過狗仔聽到鈴聲嘅時候會流口水？本身咧狗仔其實聽到鈴聲咧係唔會流口水噶嘛。咁帕夫洛夫嘅實驗咧就係俾狗糧隻狗嘅時候咧都會配一啲啷啷聲。咁一段時間之後呢，隻狗只要聽到呢啲啷啷聲，就算冇狗糧呢，佢都會流口水。因為呢，帕夫洛夫將個啷啷聲同埋個食物做咗一個連結，將狗仔望到狗糧呢一個流口水嘅天生反應，連結咗喺一樣本身冇反應嘅嘢度，就係個鈴聲啦。咁呢一樣嘢呢，我哋就叫做古典制約。講完呢一個實驗呢，我就想講下我係點樣將呢一個古典制約運用喺我日常生活度嘅。話說呢，我住得比較遠離市區，咁我每一日呢放工就係差嗰5分鐘呢，我每一日都要等成20分鐘呢先等到下一班。咁一開始呢，我都會覺得，唉，又要等收工，即係想早啲返屋企都唔得嘅。咁呢，我係會有啲埋怨呢一個情況。有一日呢，我就覺得唔掂喎，繼續埋怨落去都唔係辦法。一係就 quit 咗份工，唔 quit 嘅話呢，其實每日就一定要等個20分鐘噶啦。於是呢，我就諗下點樣可以善用嗰啲時間。咁啱呢，我返工放工呢會途經一間書店，於是呢，我就決定用嗰20分鐘去睇書。當我決定睇書之後呢，成件事呢就即刻唔同晒，又可以增進知識，又可以唔使錢。然後又可以消磨時間，你話係咪好爽先？咁因為咧，我本身咧係有睇書習慣噶嘛。一般咧，我係睇完一本之後先至再買另外一本。買書之前咧都會好謹慎嘅，因為驚買完唔啱睇咧會嘥錢。畢竟咧之前我都有分享過啦，做輔導員嘅人工唔高噶嘛，其實冇咩錢可以俾我嘥。咁但係咧去到實體書店咧就唔同啦。入到去咧，我簡直係可以為所欲為啊！可以任我行，想睇咩就睇咩。睇完咧覺得唔啱咧，就可以放低再攞第二本。咁當我咧揾到一本想睇嘅書咧，我就會每日放工咧都好期待、好期待、好期待去書店將成本書睇晒。就係咁，由我返呢一份工開始，一睇咧就睇到而家。我喺呢一度咧，其實就做咗一個連結。將我唔中意嘅等待時間連結咗喺一樣我中意嘅活動，就係去睇書，咁令到咧等待嘅時間變成期待嘅時間。當我睇書睇到攰啦，咁交通時間咧就可以好好咁瞓翻一覺。另外一個我用咗古典制約嘅地方就係嚟 M 嘅時候。平時每個月女仔嗰幾日硬係覺得好麻煩，心情會好煩躁。咁有一次咧，我男朋友就同我講，不如我整個嚟 M 專用嘅甜品俾你食啊！咁我梗係話好啦。然後咧，佢就整咗一個紅糖汁嘅麻薯俾我食。因為咧，我超級中意食麻薯。咁食完一次咧，我覺得好正。咁我梗係問佢，喂，下次仲可唔可以整俾我食啊？之後咧，每個月我嚟 M 嘅時候咧，我都有麻薯食。雖然我男朋友有同我講過，如果我想食咧，佢隨時都可以整俾我食。咁但係咧，為咗將食麻薯嘅喜悅連結喺嚟 M 嘅辛苦嗰度，咁我咧就淨係喺嚟 M 嘅時候咧，先至會叫佢整俾我食。因為咧，如果日日都有得食嘅話咧，就會變咗嚟 M 嘅時候食就冇咁特別啦。亦即係咧，我哋做唔到嗰個連結啊。咁我會話呢一個係策略性食麻薯。第三個用咗古典制約嘅地方咧，就係連結咗做運動同埋唱歌。除咗睇書咧，我仲有做運動嘅習慣。咁我係會跑步嘅，一星期會跑幾次啦。咁但係咧，有時都會想懶，然後咧我就會幻想咧自己係一個歌手。當我跑步嘅時候，播住中意嘅音樂，就好似開演唱會咁啦。
基本上咧唱10首8首咧就已經跑咗30分鐘，咁其實時間真係眨下眼就過。啱啱咧我分享咗3個我將古典製藥融入生活嘅例子，其實咧個公式咧好簡單嘅啫，就係將一件負面嘅事同埋令到我覺得開心嘅事連結起嚟。咁所以咧大家其實都可以做到嘅，就係寫2個清單，一個咧就係你覺得日常生活厭倦嘅嘢，而另外一個清單咧就係寫一啲你中意做嘅嘢。咁睇下咧2個清單咧可唔可以夾埋嚟一齊做？咁當然啦，要睇翻2件事嘅相容性嘅。例如我唔可能一邊食麻薯一邊跑步噶嘛。咁但係咧我可以獎勵自己，同自己講，如果我今日跑完步咧就可以食1次麻薯。咁呢一樣嘢咧就交翻俾大家去發揮你哋嘅創意，令到嗰件事咧變得有趣。有一句說話咧我好中意，不過咧已經唔記得咗喺邊度聽翻嚟噶啦。就係我哋未必可以選擇理想嘅工作，但可以用理想嘅方式去工作。同樣，我哋都可以用自己理想嘅方式去生活。我哋咧成日都會講痛苦，咁但係咧其實人生可能痛，但唔一定係苦嘅。我哋點樣去睇一件事咧，先至係個重點。有啲嘢，有啲痛咧，我哋係控制唔到，就好似女人會嚟 M 咁。但我可以控制到嘅咧，就係自己嘅心態同埋自己嘅一啲習慣、一啲行為，令到件事冇咁苦，甚至乎係甜嘅。關於帕夫洛夫嘅狗實驗咧，其實仲有一個部分就係滅絕。滅絕咧，亦即係個連結嘅消失。當隻狗淨係聽到鈴聲而冇狗糧咧，開頭咧佢可能都會流下口水。久而久之，佢發覺喂，唔對路喎。當佢再聽到鈴聲嘅時候咧，佢就唔會再流口水。因為本身刺激住佢流口水嘅嘢，其實係個狗糧，唔係嗰個鈴聲啊嘛。亦即係話咧，如果當我放工唔去睇書，純粹淨係等嗰20分鐘，開頭咧可能我都覺得冇乜嘢嘅，但耐咗咧，我就會開始覺得，唉，好嘥時間，好厭倦，又翻去當初埋怨嘅心態。又或者當我嚟 M 嗰幾日咧冇麻薯食，好快咧我就會記翻起嚟 M 嘅辛苦。如果咧大家有好嘅連結咧，就可以維持住啦。如果壞嘅連結咧，就由佢滅絕。總結一下咧，今日同大家分享咗古典製藥，一個關於狗糧同鈴聲做連結，令到狗仔會流口水嘅實驗。咁其實咧呢一個古典製藥咧係有一啲嘅 terms 嘅，例如非製藥刺激、非製藥反應。咁如果咧大家對於呢個實驗有興趣咧，可以上網了解更加多。咁為咗令到大家易啲理解咧，我就特登唔講呢一啲 terms 嘅。另外咧喺呢一條片咧，我都分享咗一啲個人經歷，我點樣用古典製藥去令到生活開心啲。咁聽到呢一度嘅你咧，唔知有啲咩諗法？我而家邀請大家咧去諗一個連結，你會想喺生活實踐出嚟，然後留言話俾我知。希望今日古典製藥嘅分享可以成為大家變走苦味嘅魔法。今日咧我嘅分享就到呢一度先。我係輔導員阿桃，希望透過輔導令到大家踏上心靈富足嘅旅途。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